智利的南部有一张5000多吨的生物，可能会成做新的全球球王哦。科学家嘛要透过这张生物来研究讲，看是安怎来适应环境气候变迁。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边800公里外，阿尔塞克斯特罗国家公园结果边啊，一张28公尺悬、直径超过4公尺的智利博，已经伫遮超过5000年。当地人讲，这生物级的大树是阿祖。这体形清真正是地球上上老的树，有2400多年密集的年轮，用电脑模型推测，有8成几率已经超过5000岁，甚至可能有5484岁。比即马上悬树龄保持者4800多岁，比国加州马斯萨拉松加几啊百年。Tienen genes, tienen unas historias muy especiales comparado con todos los otros árboles, porque son símbolos de resistencia, son símbolos de adaptación, los mejores atletas en el fondo de la naturaleza. 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网络有